再来看，昨中昼的时阵，有一对姓周的兄弟去报案，讲为着要救一只狗仔，结果人煞卡伫咧侦查要4公尺的布环边。中立的警方就随派人去甲协助，也总算顺利将2个人救起来。警察甲楼梯搬来，存在布环卡要救人。这2个兄弟顺着楼梯总算爬起来，好佳在2个人拢无受伤。这2个20几岁兄弟下昼带狗出门去散步，无想到讲行到一半，狗山跳落去布环卡，为着要救狗，2个人一着急也底跳落去，结果狗是救着啊，不过伫布环卡山爬袂起来，只好打电话请警察来救。因为迄当阵因也无法度确定家己伫咧倒位，附近的派出所就出动所有的警力，沿着新街溪布环边找人。伫15分钟内就找到2个人，搬一支楼梯，甲狗甲2个兄弟救起来。好佳在人甲狗拢无受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